表示咱毋是看投影片，因为我有发现，咱即马因为拢看投影片，其实咱真罕哩伫很信息，也是很圣经，所以真好。咱来当看到咱来当很信息、很圣经，咱就会当看到其实除了信息的部分，有当时边仔有一个祈祷，迄嘛加做咱的祈祷。好，咱过来吟另外一首492首。492首。继续，这首圣诗有印象吗？这礼拜唱，顶礼拜有唱过无？有哦。这首圣诗伫最近的礼拜中间一直拢在唱。这首是回应的圣诗，讲主当我有困难的时，我要做你采用。我心充满欢喜的时，要学乐你无停。我无要大声听世间，再来传你的听。无爱年老软弱的事，才要为你来行。我若看到圣歌队，我就感觉圣歌队的牧师娘，这个姊妹，无要等年老的时阵才服侍，一直伫服侍，对少年服侍到即嘛，无停止服侍。其实这是真好的美丽的见证，特别是顶礼拜，是上礼拜吗？好，上礼拜对吧？顶礼拜咱的古风那个音乐会，其实真的是，很感动。无拍算圣歌队当唱遮尔好听，实在是真好听。我感觉迄个好听，毋是歌声的好听，迄个好听是大家同心一意服侍的好听。咱来吟这首圣诗。主等我无困难的时，我要做你采用。心中我欢喜的心，要努力不停。我不必开心的世界，在我里头。我手里有我旧的心，在你来调。咱来吟第5节。咱今仔看到圣歌队的时候，他看到圣兰长老来啊！圣兰长老已经目睭已经手术好势恢复，啊，今仔倒来伫咱的中间，啊，直接嘛有看到宝金姐边啊，迄是你的后生啊孙啊，盛浩吗？盛浩哈，对，盛浩哈 ，OK， 好，咱要备办咱的心来开始咱今仔日的礼拜，咱三个来祈祷。听完天父上帝，阮感谢你，等阮搁再一摆主持伫你的圣殿，阮心内充满感激，是你存留阮的气息、活命，互阮会当来到你的面前敬拜你。阮来恁的，阮要恳求天父上帝，互阮伫教会诚做一体，互阮伫遮亲像一块圆道，累累伫你的面前。互阮伫你的面前所摆列的敬拜，互科牧师的讲道，针对上面来夹来插伫阮的内面，互阮听明白，也会当安尼去行，也帮助阮的圣歌队的服侍，
互因伫对心底因发出懊恼的诗歌，诚侪芳芳的节献伫你的面前，也互阮每一个兄弟，无论阮心内有啥物款的重担、忧闷，迄是阮有伫你的面前得到恩典、通感恩的事，阮拢要伫你的面前，一真献上感谢甲懊恼。恳求天父上帝，你互阮每一个坐伫你的面前，无论伫倒一个座位，你拢互阮听见你对阮讲话，用你圣心的吐气来恩阮，照阮所需要的分互阮。阮安尼祈祷，感谢，拢是奉靠救主耶稣的名，阿门。
主上帝的囝，目睭亲像火焰，脚亲像光亮的灯。伊讲：我知恁的所行，恁的疼，信心、服侍甲吞忍。所以兄弟姊妹啊，咱就来到监察人心的、监察人心肠的主的面前，用敬畏、忠心来敬拜伊。有耳孔，就听圣神对正教会所讲的。咱三甲来用圣神，请你来听堂圣神，求你降临。圣诗165首，圣诗165首，咱三甲起立来吟全首。亲爱的上主，我感谢你，互阮搁再一摆组织伫你的圣殿，诚做圆道，围围伫你的面前来敬拜你。我们恳求你，圣神的火点倒伫阮的中间，互阮听有你所教示阮的真理，也互阮会当安尼去行。阮也要照你教示阮的祈祷，安尼来祈祷。阮伫天父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成，伫地面，亲像伫天里。阮的日食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过负，亲像阮也赦免过负阮的人，无伫带阮入地狱，就救阮脱离迄个歹的。因为国、权力、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请坐。咱三甲来用上帝话，做伙来启应。启应文第4，
诗篇第5篇，课英文第4，诗篇第5篇。咱请兄弟客姊妹来应，请。上主啊，求你听我讲，在我的苦情，我的王，我的上帝啊，求你听我求救的声，因为我对你祈祷。上主啊，早起时我对你恳求，搁听候。因为你是最好的上帝。邪恶，你袂有用稳。最歹的人，拢是你所怨恨。歹人甲奸诈的，拢是受主所厌恶。我心存敬畏，伫你的圣殿敬拜。咱三甲来祈祷，因为你丰盛的主爱，互阮通进入你的圣殿。天父上帝，阮感谢你，等阮搁再一届来到你的面前，阮心内充满感激，因为你留阮的活命到伫现今。阮每一摆来到教会，要甲阮的兄弟姊妹做伙团结献祭，阮实在想到真侪阮心内的亏欠，因为阮无教也疼人，阮真正亏欠疼人的罪。天父上帝，阮太讨会当伫你的面前领受遮尔济的恩典，因为你决意要疼阮到落尾，阮就因为你的疼受高升，阮就因为你的疼会当伫黑暗中搁再看见光明。天父上帝，你是伫黑暗中，互人会当有仰望的上主。阮却掠做这是真理所当然，也是掠做这是阮应该得的。天父上帝，阮伫你的面前犯罪，阮伫你的面前亏欠人，亏欠对你的疼。阮要搁再伫你的面前来向你认罪悔改，求你赦免阮，互阮会当真实来面对阮甲人中间的关系，也真实面对阮甲你的关系。其实上要紧是互阮真正真实面对阮家己是甚物款的人。阮感谢你，互阮诚做团契，诚做教会，就是互阮伫生命的进展的中间，阮会当互相激励，互相扶持。主，阮真正珍惜即款的时间，阮也真珍惜阮的团契。阮要为着阮的教会进入68周年，阮通献什么互你？天父上帝，教会你是历史的主宰，你是教会的头。当你伫宝座顶看见你的百姓所筹集的教会，我毋知你的心意，你所看到的是甚物？总是主愿知，我要伫你的面前，爱来思考，也来反省，阮家己无教养的部分。天父上帝，
你是怜悯慈爱的主，阮会当搁再一摆，伫你的面前敬拜，阮要向你讲，上主啊，你实在真好，你听阮到安尼，我要恳求特别上主，你的恩典施落互每一个人，也照每一个人所欠用的，你来补助。检测阮有无共款的生活背景，阮有无共款的生活困难，主，你拢照阮需要的让互阮，也互阮真正有困难的时，会当来服侍你。伫社会、伫国家、伫阮身躯边，也是伫阮所徛起的世界。有混乱的所在，特别上帝，你拢互阮诚侪，你爱阮系伫灯台顶的灯来照光阮身躯边的人。愿阮伫你面前的敬拜，诚侪你芳芳的节。愿安尼祈祷，奉主耶稣的名，阿门。主听我祈祷，主听。咱三甲来读上帝话，记载伫启示录第2章第19节到第18节到29节。启示录第2章18节到29节，互推雅推拉教会的批，你着写批互推雅推拉的教会的使者，讲。上帝的囝目睭亲像火焰，脚亲像光亮的铜的。伊的话讲：我知你的所行，你的听、甲信、甲服侍、甲吞论，佮你落尾的所行，比起头的较侪。若是我有所责备你的，就是你用阮迄个妇人人亚舍别，家己称做先知的。伊假使阁袂歇我遮的萝卜，惊奸淫，甲食这五常的面，我互伊有时阵通反悔。若是伊无要反悔，离开伊的言行，我要歇伊伫眠床。遐个甲伊行淫的，若无反悔，离开伊的所做。我也要歇因伫大患难，我要用死灭伊的子民囝儿，就遮的教会拢要知，我是监察人的心肠的，也要照恁逐人的所行来报应恁。若是恁伫推雅推拉其余的人，凡若无承受即号假使，也毋捌伊所讲撒旦侵恶的事，我甲恁讲，我无用别号的担，互恁担，独独恁所有的，着持守伊到我来。得胜的人，甲守我的行罪到落尾的，我要互伊有权治理列邦。伊要用铁管管辖因，哪准肥的器具受拍碎，亲像我对我的爸承受权柄一样。我也要用启明星，互因有耳孔的，着听圣神甲遮的教会所讲的。愿上帝赐福，今仔听通伊的话，佮明白，佮照安尼去行的。咱即马要请圣歌队来赞美，天下万邦拢有伊的旗。今仔日牧师要讲道的题目是：我知你的所行，推雅推拉教会。
兄弟姐妹，大家平安。好，毋茫咱伫天气的变化中间，咱的信仰也得到上帝的保守吼。身体是会生病，身躯会破病吼，毋茫上帝用伊的真理甲信心保守咱，好让我们的信仰不生病哈。所以真欢喜，咱会当伫主的日子三甲主日做一会来敬拜伊，愿伊的信心也帮助咱的性命，对咱的心来讲话，咱先同心来祈祷。天父上帝，阮感谢你，因为你以爱分别阮罪性，归属正做你家己的子民甲教会。主，阮也恳求你用你的话，互阮明白你的真理，也求你赏赐阮教业的稳定甲快乐，互阮的性命会当活出你欢喜的生活。求你搁一遍来启着阮，将下面的时间交托仰望，求你保守甲大量。当心祈祷是伫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今仔日的教会咱进入到推雅推拉教会吼，推雅推拉教会吼是咱伫教会内面吼比较不算熟悉啦吼，因为伊伫圣经其他的所在吼，其实嘛真少讲起着伫遮的教会吼，或者是事情吼。毋过不要紧，因为伫这7张批吼，袂当讲7张批啦，一张批写互7间教会内面吼，相信教会状况嘛有值得咱现主时来学习、来反省的所在吼。同款吼，让大家看一下吼，推拉教会吼，伊即马是伫即个所在吼。前3间教会伊拢是较挖伫海边吼，挖伫海边。那个博宏可以帮我把这个麦克风再拉小一点吗？一点点，这个3号，嘿，这样会不会太小？因为我一直听到回音，我怕大家听得不舒服哈。刷下来4间教会，从推拉到萨迪亚、菲拉铁菲到老底家吼，都是属于内陆的教会吼，甲城市吼。毋过推拉即间教会吼，伊的即摆的考古遗迹，坦白讲吼，实在所存的无济吼，所以我无啥物相片通展现互恁看吼。伊即摆若是去网络顶面，你若去找伊的古遗迹吼，还是古迹吼，其实看无啥物物件啦吼，所以我就无掠什么相片来吼，大家来参考吼。那你们要发挥自己的想象力的对吼。咱就刚才当对耶稣下一批吼，从耶稣写的内容吼，自己来想一下吼，这间教会吼所拄到的状况吼是什么款吼？一开始耶稣的批伊讲上帝的囝吼，哇！伊一开始用上帝的囝吼来甲做这间教会的一开始的内容吼，前的教会吼，就无讲去特别去标示出吼上帝的囝咧讲假的话吼，那我所以这一句话这个字界吼就显得特别重要吼。伫这个城市吼，伫这个城市伊的背景吼，无亲像头前迄3间教会吼所徛起的城市共款吼，伫前迄3间教会的城市吼，拢有特别大的迄神吼，迄神神明吼，互城市的人安怎来敬拜吼。伫推拉教会吼，伫遮徛起的所在吼，他们不是独尊一神吼，他们是什么？无神论者吗？不是吼，因为当你无特别牙关倒一神吼，就是每一个拢是安怎？每一个拢是神，倒顶有倒顶的神，伊也有伊的神。好，这部的吼，部商吼嘛有部的负责守护部的守护神安尼吼。若是对这个城市其他的市民来看吼，都没有什么特别的吼，就来比什么人是后生，什么人是囝，就是第一大的吼。
所以伫迄当时，罗马政府主政的时期吼，因的宗教信用第一大尾是啥？咱顶礼拜有讲是啥？宙斯嘛，对吧？好啊，宙斯伫遮嘛无起庙吼啊，所以若要比，你就对耶稣下来配合来看吼啊。既然大家都是神明的话吼，那就要看谁是儿子了吼。所以底下你来当讲，会当比拼吼，众神里面吼相对比较突出的吼，就是什么宙斯的儿子啊，对吧？宙斯的儿子他的名字叫什么？大家知道吗？哈，那么多，太多个了，还有分私生子跟众好，上帝的囝叫什么名？耶稣吼，他的宙斯的儿子吼，就是啥？太阳神就是阿波罗吼，所以内行的吼。这个城市吼，我头拄有讲，他们有特别尊崇倒一尊较大吼，所以甲百工百业比起来，就爱看这内面倒一身吼，比较有身份甲地位，就一身安尼吼。所以你对随望吼，咱无法度对考古的资料来看起着，现主时吼，还佫有啥物特别的遗迹吼。毋过对耶稣写的批你就知影吼，伊要整的正常大身迄个吼，所以阿波罗吼甲百工百业的守护神吼，你安尼倒起来，你得让大概知道吼，伫这个城市吼，他们大概就是比较走民间信仰路线的，有无？我刚刚有讲啊吼，你也看到一张就大张的树啊吼，迄个。这边天哪，这里有神，快拜！吼，大概差不多就是迄款的感觉吼。但我说了百工百业艺术的讲吼，这个城其实他们百工百业都有自己的守护神呐。好，我如果是做纺织业的吼，我纺织业守护神吼。我若是做运动的吼，我运动相关产业守护神吼。若是讲较趣味的，差不多。现代人比较不是到处都有神的概念，大部分就是脚造，有没有吉祥物啊？大概就是这个概念哦。但吉祥物level 稍微低了点哦，守护神的那个层级跟那个神官哦地位是比较高的哦。所以你也当看到这个城市，它不算是一线城市哦，就它不是六都啦，伊不是一线城市吼。不过这个城市有一个历史的背景吼，真有特色吼，就是因为它不是一线城市，但是伊是安怎会伫这7间教会诚做其中的一间耶稣要特别对伊讲话的教会吼，因为这个城市伊的历史是，它刚好在边界，这个要回去给你们看一下。推，因为这个是平面图吼，你若是去看迄3D 立体图，伊的城市的所在刚好在一个交界点，对家安尼牵落来，有点像边界。是安怎讲？这个城市所徛起的所在会是个边界吼，它就是有一点像是那个什么，这个城市。它的城市的地理位置比较像是马前卒，所以一对主前几百当的时代哈，不管是吕底亚王国还是罗马政府哈，它都算是军事边防哈，就是讲伫军事的这件代志顶面，它都是防守的挡箭牌呐。那徛伫台湾的国家来讲吼，那若是敌人在左边吼，那哪里就是我们的前线，金马嘛，对不对？如果我们的敌人在右边呢，那台湾右边的前线是谁？台东？我以为是岛屿。因为咱太习惯敌人都在左边吼，所以我们大概只有前线的想法，大概就是像金马吼。那雄敌人是对右边来的，前线在哪？应该是宜兰吧。好，这不重要，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吼。这个城市伫伊所徛起的这个所在吼，它就是一个军事的那个马前卒。呵。
好，另外一个，你就可以，你对这个历史，你就会当知影。既然它是军事防线的马前卒的话，这个城市都有一个产业算是发达，是什么产业？我跟你讲，人类的历史千年不变。既然是军事重地，当然军事工业就要这样，就很重要。所以这个城市它有一个特色吼，就是伊生产一些那个军备用品吼，是迄个时代算是很发达的吼。所以你第二个特色吼，会当去看耶稣安怎讲吼。伊讲第一个伊用上帝的囝吼，上帝的囝目睭亲像火焰，骹亲像光亮的铜的那个铜吼，意思就是铜就是这个地方的一个什么？一个产业，铜也是那个时候军事工业算是很重要的什么矿物吼，所以亚洲伊实在是真有智慧哦，没有啦，他很聪明，因为他什么都知道。所以咱若是对这个城市无熟悉吼，对耶稣安怎介绍伊家己吼，你大概能够琢磨出伊对这7间教会吼想要讲的话是啥物吼，所以。铜是军事工业真重要的一个材料啦吼，啊，另外一个是真正会当伫新约的圣经内面找到，甲这个城市有关系的产业吼，就是纺织业，不能说纺织业，染布的一个产业吼。啊，伫使徒行传内面有一个女布商，查某的商人，吼，啊，伊是卖布的。叫什么名字？哈，不是，是谁？吕底亚，卖紫色布的。好，你只能够大概在底下新约的圣经吼，你若是要知影讲这个推亚推拉这个城市吼，大概只有这些少少的线索吼。因为这个吕底亚商人吼，他就是什么？他就是推亚推拉人吼，推拉。城市的人吼，所以进入到耶稣对伫这个不是一线城市的所徛起的这间教会吼，伊要讲啥物话？伊讲我知影你的行为吼，一开始就是肯定吼，讲你的疼、你的信、甲你的服侍，以及你的吞论，这算是一个很不错的肯定吧。好，这间教会伊伫服侍的顶面有疼有信，也阁有忍耐，哇，算是袂歹呢，算是教会的楷模。啊，咱教会伫服侍顶面，敢有互人有看到疼有信，阁有忍耐，还是较济是袂见。没啦，感谢上帝吼。其实咱高点教会的团队吼，也是服侍同工吼，拢是用疼。啊，在咧彼此同心来服侍，吼，这是感谢上帝的代志。他不止这样诶，你若是看到耶稣这款肯定因伫服侍事工的这个特质吼，我们只是这样讲过吼，你是真无感觉的。你若无参与伫服侍的顶面吼，用疼心来甲你学咯，还是肯定吼，你是无感的，你知道吗？因为我也无做啊。迄款的学路，迄款的疼，嘛无拄啊是属伫我，对吧？但是你若是一间真投入、真认真的服侍的教会，你就会真感动，因为耶稣所讲出第一行的那个特质，吼，那个不是人人都看得见的。你们没有觉得吗？耶稣无肯定讲，哇，你事工办了真成功。恁的活动真有创意，恁的规划甲执行力就高诶。毋是呢，耶稣对因的肯定是讲，伫这个事工的过程中间，这间教会会当互参与的人，或者是服侍的人，安怎看到疼，经验到信心，而且忍耐是伫什么款的时阵，你才会当看到。忍耐这种特质在教会里面，什么时候你会看得出来？你平常是袂讲，阮开中纪会，大家拢真忍耐啦。
因为今仔下晡要开中秋的，我大家拢真吞论啊！你袂安尼去形容甲乌鲁一个会开会的教会是有忍耐教会，对无？当然，你若是要讲一个人伫信仰顶面是有忍耐的话，迄是因为你看见伊的艰苦，甲看见伊的无简单，但是伊选择安怎吞忍啊？你们同意吗？所以伫信仰的顶面，咱第一的应该是啥物？咱应该看重的是啥物？事工做得好，然后呢，就像企业 KPI 结束了，那又如何？一点感动都没留在心里面。信仰的提醒嘛无伫生命的内面，那安尼做才会要创啥？所以这间教会真无简单，因所做的代志，检测可能人看袂出来，毋过耶稣真少咧看，因为耶稣是目睭紧紧行伫正教会的中间，咧看兄弟姊妹是安怎来服侍上帝，来服侍兄弟姊妹。所以耶稣对因讲：恁的听心，恁的信心，甲恁的服侍，甲吞忍，耶稣拢看见啊。所以兄弟姊妹，你若是伫咧服侍顶面，你知影你是用听咧服侍，但是都没有人肯定吼。你不要气馁呢，你要在你所信的上帝都在旁边看着，他都记在心里面。但是这间教会我认为更较无简单，是因为耶稣后壁讲的这句话，伊讲：甲你路尾的所行，比起头的较多。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就是讲，恁的听甲信心，甲恁的吞忍吼，甲有服侍吼。你们刚刚是有做的好，不是有做就好，你们是做了，而且让他怎么样更好，就表示它是一间有累积经验跟智慧的教会，是吧？因为路尾所做比起头的嘛，够较多啊，这个根本就是教会的典范吼。表示这间教会是有长进的，是知影要安怎伫正确的代志顶面来进步的。好，他们让他们的爱心更有厚度，让他们的忍耐更坚强。他们强调的、看重的价值在这里，而不是说啊，我今年我办音乐分享会，我明年办国际级的、国家级的音乐分享会，其实都是办活动，不过教会看重的代志无同款。伫这中间，伫这服侍的过程中，咱敢有抓到重点？爱心在哪里？彼此的支持在哪？好，这也是真做咱真好的提醒。但是说起来咧，这间教会虽望会当真做典范吼，不过也阁是有上耶稣吼要提醒的问题，伫这教会中间吼，这个批吼，我说它不是一线城市，但是你若去比较吼，耶稣写吼这间教会这场批的内容吼，是这7间教会内面上长的，是最长的吼。好，所以耶稣讲，若是我有所责备你的，就是你用阮迄个妇人啊，亚西伯家己称做先知的吼，伊假时阁袂下我遮的路步，行奸淫，甲食这五上严密。吼，耶稣用了这一个形容吼，用这段话来真做对这间教会的责备。来，基督教会看不看得懂？来，基督教会看这一段看不看得懂？看得懂，你看得懂是看得懂哪一个部分？好，不要犯罪跟吃既偶像之物。所以对现代基督教会应该是什么？你就不要去吃，这样就好，对不对？然后你也没有行淫乱，那是什么？淫乱的意思是说我的信仰不坚定。哦，淫乱是我信仰不坚定。比如说我去庙里，人家说可以吃就吃，是可以消除灾厄。
持续到这种。好，这个算是一个现代的直接应用。你刚有听到嘉宏他都在讲诶，因为我问的问题是，那现代基督教会怎么看这一段经文？吼，因为咱俩上下卡迄两句话来，我们是看得懂的，或是我们会认为我们应该看得懂。行淫乱伫圣经的教示里面，就是安怎不跟上帝以外的什么信仰跟神明安怎交往嘛，对吧？啊，不管这个人讲安怎样吼，所以咱拢安怎不去碰，好，坚定我们自己的信仰。好，这个算是一个非常用白纸黑字吼，直接应用到现代啊，所以咱进一步来讲啊，耶洗别抓不抓得到问题？有点难吼。我们大概如果没有真的去看圣经的脉络吼，这一段我们可能只能抓一个概念跟感觉吼。讲起到耶洗别吼，有一个人自称是神邸吼，耶洗别是一个代表的一个象征人物吼。对教会啊，或者是犹太基督徒来讲吼，讲起到耶洗别，他一定就会很清楚。的亲像，咱若是伫台湾吼，讲起到李登辉，你自己会不会知道李登辉代表什么意思？会吧？好，然后或者是说起韩国瑜，你也会知道它代表什么意思，但不等于日本人听得懂啊。好，因为这已经是耶洗别这个概念吼，已经是一个非常根深蒂固、一个很明确的一个表征了吼。耶洗别伊是伫古约圣经内面推罗西顿王的女儿吼，啊因老爸家己嘛是敬拜巴力的祭司吼。迄当时的以色列王亚哈王吼，为着政治军事的利益吼，所以甲人结婚啦。因为这种政治联姻吼，伫全世界各个朝代来宾吼，咱拢知影都是为了保持什么我国内的什么安全跟和平而已，对不对？好，只是说这个在透过婚姻吼来解除我们彼此的利益跟冲突吼。啊，无拍算吼，这个某真特别吼，因为毕竟是为了和谐吼，所以耶洗别吼，伊就伫迄当时的以色列皇宫内面吼，开始建造祭坛拜巴力。这件代志大大影响以色列人是安怎？因为天哪，皇后都可以拜巴力了，那皇后邀请我们跟她一起拜，我们要放她自己一个人吗？就只好干嘛？陪她，不然呢？最后变成洗干固，就变成了一股真实的信仰力量吼，来影响以色列人专心敬拜上帝吼。所以你有掠到这个概念无？因为我是紧紧将耶洗别伊的行做对以色列人的影响吼，解说清楚。所以若是讲伫新约教会讲起了耶洗别，或者是现代教会讲起了耶洗别，这个就会是我们要思考的问题了。那我们会怎么应用耶洗别这一个概念？那用较简单的话语来讲吼，就是讲伫咱的群体内面，伫咱的中间有人安怎？她是因为皇后嘛，她有身份、权势跟地位，但是安怎？伫咱的中间教示咱安怎？教示咱啊，会当安怎？这无属伫上帝欢喜的代志，但是无要紧，因为他权大势大，啊，不然就不配合他，不然怎么办？我们权力又没有比他大，对不对？所以耶洗别伫新约圣经的教示，你可以把它理解为其实是一个有权势跟影响力的人。因为我为什么敢这样解释？原因是下面那一段耶稣的审判。耶稣的审判，所以我敢这样讲，我会直接把它定位在教会信仰群体里面有管有势的领导人，或者是有权力的人吼。伫这就是耶稣要责备推啦教会的代志，你实在是有疼心熬服侍，佮熬吞论伤过头啊，连这款的代志拢分辨袂出来，检测恁可能分辨得出来，毋过你毋敢讲真实的话。
所以这间教会有疼心，但是失去真理，成为了一个很危险的温柔。咱的信用真意爱，人对咱讲话真温柔，但是有当时咱判断袂出来，迄款的温柔是危险的，是妥协主义，是世俗主义。所以伫遮真正会听要讲的，不是保持沉默，也不是为了表面的和谐，是爱伫真理的内面，会当用真实甲疼心讲出假的代志。所以你看耶稣煞只安怎甲因讲？伊讲我过去我实在是捌有互伊悔改的机会毋过伊无悔改伊无反悔啦。哇，这句话你可以真的能够把它理解。这个耶洗别，坦白讲，就是这间教会自己人啊，对吧？那不是家己人，耶稣有机会悔改，所以耶洗别是在推到这间教会里面的某一部分人耶稣一开始嘛是对这款的观念，嘛是讲这款的现象伊无想要放弃任何一个人，伊无想要放弃任何一个人。但是这个教师若是无符合耶稣基督的信仰的话，耶稣犹原会写批甲苦劝但是若是继续无要悔改，刷接来就要面对家己行为甲行罪的审判。这个就是他的审判。所以为什么我很敢把它倒推回去，讲就是伫推啦，教会内面有乐观的人，引带百姓行歪传。为什么我敢这样讲？因为他的审判是这样。这个形容词我们大概就知道就是大病，就是让他生病，判病什么意思？我要甲伊安怎？伊若无要反悔离开伊的言行我要害伊伫眠床，我要把他丢在什么病床上对吧？好，我要把他丢在病床上，或者是我要让他在在床上生病就是判病说起来，遐个甲伊惊因的，就是意思是说，遐个甲伊惊因的，就是这样的人是有跟随者的。这个结构其实已经非常明明白白，有耶洗别的教导，有人安尼来教示。也有军队这款教示的另外一群人，所以耶稣讲，遐会甲伊做伙行这条路的人，因若无反悔离开因的所做，我也要互害因伫大患难中间我也要把他们下在大患难里面。我嘛要用死灭伊的囝儿我要让他的孩子们怎么样？跟他一起灭亡这个是耶洗别伫这间教会内面所做的代志，所以你要去想象甲理解他是一个在教会里面真有影响力的人，但是无合伫耶稣的教示甲旨意的内面的话，其实耶稣是说让他生病，躺卧在病床上，这个概念就是我要让他的影响力干嘛受到限制。你会讲你就直接安怎甲堵起就好啊？没有，所以这个是有伏笔的。因为启示录我们也才刚读到第2章，它整整有20几章。咱所读的这7间教会的状况，都会在滑坡理论伫未来咱会看到。教会若是无坚持掉，其实你嘛无法度甲这个世界做伙面对耶稣要带来的大审判，但他都有先告诉教会哪些事情是应该要提醒、要悔改的，因为接下来要讲起到对世间的审判所以伫教会内面这个影响其实还是会有的，但是耶稣会限制因，或者是拄灭军队的人耶稣讲伊要安尼做，伊确定是要安尼做，因为我若安尼做，就遮的教会，就是其他的教会，也是讲内面教会的人因就拢要知一件代志。耶稣是监察人的心肠的，也要照恁逐人的所行来报应恁。耶稣的意思是说你若是要照恁家己的意思来行，
无抵御我的提醒的话，恁就要面对我对恁所做的代志。因为当我对恁安尼做的时阵，边仔的人就要看见，这是出伫我，因为我是监察人的心肠的人。意思是说，耶稣看人是看得清清楚楚的，人看人模模无明，上帝看人清清楚楚。耶稣知道每一个人的内心甲动机，所以进教会若看到伫教会内面有即款遮的现象来发生，你所爱做的代志，紧紧来悔改啊！紧紧来悔改。但是我头拄有讲起着吼，这拢是同一间教会，有听心有好势，佮有信心的是即间教会的人。但是呢，无照耶稣的旨意在教示教会人，也是同一间教会的人，也是同一间教会的人。即间教会甲前的教会无同款的所在，前的教会前面那3间教会有内忧跟外患，但是即间教会所有的患难都是怎么样？对内底发生的，对吧？好，有稍微唤起一下你们前面3间教会的记忆哈。这间教会的问题真好，真好势，真正是不离啊赞。但是因的问题就是对因的教会内底来发生的。所以耶稣要讲起着，那这间教会里面会不会产生矛盾？我跟你们说，会产生矛盾，会产生矛盾。我觉得耶稣也是直接在做区分，因为以撒加在转向对另外一群人讲，都是同一群自己人哦，都是自己人。先讲完，等恁中间吼有这的人安尼黑白讲，啊撒加来转过来对另外一群人这样讲。伊讲，跳开，恁。那是恁伫推啊推啦，其余的人，你们在这间教会其余的人，其余的人，恁犯啦无要承受即何教示，就是你们不接受这种歪理跟教导的，啊也唔捌因所讲撒旦侵恶的代志。他讲出一个现象，平平拢是同一间教会的人，有人高举吼一些奥妙的知识跟道理啊！你看耶稣写批，你就会知，讲了一些事情完之后，其他的人怎么样？简单来讲，就是听无啦。安尼知无？简单来讲，就是听无，嘛无明白。但是你知道，若是高举一个道理要甲会友讲的人吼，啊，其他的人若听无，你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我就看清你，或者我们就怎么样？我们就分道扬镳，甚至就会变成什么阶级化。那是也是别会教示这群人抓条管理，剩下听不懂的、不愿意想要去了解的人，就会变成什么次等信徒。次等信徒，对吧？你讲话就没有不是，反正你又听不懂。不然咧，耶稣要针对这款的教会的状况提出一个警告，因为耶稣基督的真理是每一个人都要可以领受的。若是有牧者，或者是伫咱中间的敖人，讲起着一寡深奥的道理，互你无明白耶稣基督的拯救甲稳定的话，那个你心里都要持一点保留了。不管伊讲到偌真，你心里都一定要求圣神来保守，因为耶稣基督的道理，他并没有要交付到某一些人跟某一些身份身上，才可以传讲耶稣基督的救恩，知不？知道吗，兄弟姐妹？所以你不要轻看你自己，不管你读有济读无济，你伫社会顶面的地位是安怎，拢袂当互任何人去剥削你伫耶稣基督内面的稳定，知道吗？不可以让人轻看你，也不需要，因为耶稣会责备这款的教示。啊，
你若真正无明白吼，耶稣伫遮，我感觉他也是一个很温柔的神。伊讲啊，我袂将安怎？你若是真正无法度承受，你无要承受这个假释，嘛唔捌伊讲这亲魔的道理。我跟你讲，深奥的道理，耶稣直接把它跟撒旦的概念绑在一起的，讲这款深奥的道理，甲你杀离开耶稣基督的救恩，远远的这款的状况，拢是敌对基督的，伊拢是撒旦。哇！耶稣直接把这个概念怎么样，把它绑死在一起。你就讲亲恶的好啊，要讲撒旦亲恶的道理。其实他是把两个概念安怎夹做伙，要互你认白讲，迄若会互你感觉讲啊，耶稣基督的救恩，我实在是不配的，我真的是好像没办法明白，我好像也不能够领受，我还不明白，所以我不能够领受救恩。耶稣的口径一致，这拢是撒旦的行罪。兄弟姊妹，耶稣基督为你甲世间人所做的代志是同款的，拢是出自伊的恩典。好，啊，他很温柔，他就说呢，既然你们是这样嘛，我嘛要甲恁讲，我无要用拔河的担，互恁担。好，我不把其他的重担干嘛加在你们身上啊？不懂就不懂，就给我停在这里就好。但是耶稣甲因宽免讲，啊，恁就爱安怎持守恁已经有的，你们已经持守的已经有的信用，恁所领受的，恁所做的疼心服侍吞论，恁就爱安怎，就继续就好啊，把它做到持守到耶稣再来。所以兄弟姊妹，啊，咱教会吼是什么状况？如果我们不是那种信仰知识可以很会辩论的吼。啊，你也不用小看自己，你就是把基本功做好就好。伫教会、伫信用的群体内面，会当听，你就去听；会当做，你就尽心做；会当放下，会当卖计较，你就尽量卖计较。啊，你讲啊，这样子听起来好像教会没有很厉害，好像当基督徒也没有特别威，不要紧，不要紧啊！这就是咱会当领受的范围尔。耶稣无要将恶当当的代志，担伫咱的身躯，知无？请恁来安心领受上帝的安慰吼。上到尾，耶稣讲，迄德行个遵守我命令到底，我要赏赐伊权柄，好来制服列国，好啊伊下面用诗篇第2篇第8节到第9节，安尼来引用吼这段经文吼。简单来讲，就是讲7间教会，他们虽然都是领受不同的结果，但是这个结果拢甲永远的上帝国有关系。不管是你的名刻伫白石头顶面，白石的顶面，或者是你有权柄，甲耶稣做伙管理世间的万国，其实那个都是在讲永远的国度。拢要赏赐互坚持到底、坚守信用的人。你有感谢神吗？感谢神，这是伊互咱的恩典。伊对推拉教会所讲的，相时嘛是对咱正教会所讲的话。你有欢喜，你所信的这位耶稣是永远的救主耶无？教会会当真热心，但是需要有悔改，因为咱的疼心、热心，甲咱对真理的态度爱同款。因为主是审判者，伊也是赏赐，互咱毋茫的主宰。毋茫咱伫这个时代，我们很重视感觉，很重视感受，但是我们不模糊真理。咱伫听的内面。坚持真理，透早用疼心讲诚实话，互相保守，直到主过来，同心来祈祷。天父上帝，阮感谢你，因为你对阮的性命，对阮的教会来讲话，你欢喜，阮伫信仰的顶面，伫福音的事工顶面，伫救恩的真理顶面，阮坚持到底。阮也爱用阮的疼。用阮的性命，用阮的服侍甲吞论来努力，一直坚持到主你个再来的日子。但是这中间，阮会拄着侪侪的试探，也会拄着侪侪互阮跋倒的代志。
恳求你的圣心帮助教会，互阮伫稳定中坚持真理，直到你过来。当心祈祷，是我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多谢牧师用喙牙喙拉教会的教示来教示咱，互咱听明白，也你会当照安尼去做。咱要三个来吟圣诗，主当我有气力的诗，492首，拢总有50，咱全首来吟。咱今仔日有会长、有团契、各团契会长的就职，所以咱伫即个时阵，咱要先邀请请咱的各团契的会长来到咱的台前，牧师，咱有要办有一个就任式，咱有青年团契玉堂、妇女团契蔡金莹老师，少年团契谢安长老、助理校长恩慈姐。阁有少年团契辅导炳阳，少年团契校长柯牧师，圣歌队的队长佩珊，咱请来到台前。上帝用伊的恩，互到恁来成做咱长老会本宗固定教会教会机构的首长，就是会长甲队长这是出自上帝伊的恩典，也透过伊家己圣神的带领，培养恁做伊的好同工来服侍兄弟姊妹。所以打即时恁要做伙伫正人甲上帝的面前来誓约，我要来问恁即个问题：恁免领受青年团契的会长、妇女团契的会长、少年团契的会长、主日的校长、少年团契的辅导、圣歌队的队长，阁有我少年大学的校长。
恁有确信即个是上帝的调命也无？恁要领受即个职，恁着瓦靠教会的头耶稣基督独独尊伊做主，来尽恁的职务。恁又要安尼行啊无？我奉耶稣基督的名，甲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固定小会的官兵，设立恁做本会主日的校长、青年团契的会长、妇女团契的会长、少年团契的会长、少年团契的辅导，甲献歌队的队长。恁着谨慎恁本身的行为以及恁的行做，定定关心遮个事，关心团契，或者是主日抑个有献歌队员因的灵命甲因的信仰，互上帝坚固恁甲恁的团契所做的工，尽力伫主的工归荣光互上帝。咱做伙同心来祈祷。天父上帝，阮献上感谢，你伫教会内面设立会长、队长来服侍兄弟姊妹的信仰，甲阮的信仰的活动，恳求你也坚固阮遮的团契的同工，帮助因。用健全的心来服侍你，也愿你的神甲你的真理的话语，成做因的灵命的培养，互因伫因困苦的时，不知道怎么服侍的时候，因会通找求你，你也的确要成做因的帮赞，甲因的牧者。愿安尼同心为因来祈祷，是我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那我们请往后转。好，来翻把我们的好，来先好，来照出去。来先互咱赶快热烈说互咱的主日的校长三人子姐妹。接下来咱来颁发献歌队的队长吴佩珊。接下来咱是松棉团契的会长李世安长老。谢谢。咱是普路团体的会长蔡金颖长老。接下来是青年团契的会长简玉堂。好，蔡冰也，少年团契的辅导蔡冰阳。谢谢。我自己颁给我自己。兄弟大爱好就需要题目时。来，各位一起分享。好。邀请咱日姊妹爱常常为着咱的会长、队长啊，才会学师同工来祈祷。咱来用新的改变来回应上帝。那新的改变，咱做回来，你着尽心、尽性、尽意，听主你的上帝。这个界是大的，也是头一个；第二个也三亲像，是讲恁着听厝边亲像家己。
只能了解是全如法甲身体的总拳头。我用新的界面互恁，就是恁着三听，亲像我捌听恁也着安尼三听。恁若三听，众人要对安尼知，恁是我的学生。咱做伙来奉献。早伫地，现在伫地，将来也永远伫地的上帝，你伫天顶看顾阮每一天的生活，你知阮的行为，你监察阮的心思意念，你也亲自管教你的百姓，还阮悔改遵守你的教示，直到你过来的日子。阮奉献阮金钱、财灵做圣工的使用，愿主接纳阮所献。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求。我只是要介绍名字而已。好啊，伫咱家平安日进前吼，我简单介绍吼，不算是新朋友吼，啊，就是宝金姐的孙啊，孙好，盛浩，来去你就跟大家挥挥手就好了，好，孔盛浩，好，好啦，阿嬷很开心看到你哈，啊个阮孙啊，第一个孙啊来林恩宇，林恩宇要站起来。我要跟大家打个招呼，我姐的小孩啊，另外一个是温孙娜2号贾怡乐，你以为我没看到你？好啦，这是我表姐的女儿，好，谢谢。他咧咱来唱请安的时光，前后左右打个招呼就好了哈。咱三个来读今仔日的金句，启示录第2章第29节，对台语来读一遍。有耳孔的，就听圣神甲遮的教会所讲的。启示录2章29节。凡有耳朵的，都应当听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启示录2章29节。
咱来看周报，咱有看到教会小会的公告，就是今年的2月初1，咱要召开定期好会，所以请咱兄弟姊妹留时间来出席。若袂当来，咱就爱请假，向咱的小会的书记、信义长老也是干事来请假。所以后壁这个名单是即在人在的陪参会员的名单，伊的根据是就是一年对法规来看，就是2025年1月18到今年1月18，若是拢无出席吼，有出席一摆就算有在籍，若是拢无出席，伊就系伫籍在人无在的即个名单内面。搁有，所以咱来看，若是有啥物订单，咱会当提小会书记来提出。第二个就是今仔日咱下晡中昼12点要召开中执会，请中执老婆。第四，主神主日后礼拜主神主日，咱邀请台湾人权促进会要来咱教会请安报告。即个主神主日要针对一对海地的母子难民紧急的状况要来做募款，所以伫礼拜中的专员会来报告。那么请咱的会友来关心带到。过来就是年终大扫除哈，年终大扫除这部分拢甲旧年同款，就是所以每一个团体拢有标示伫咱的周报后面，请咱伫过年进前，咱叫咱所分配的部分来负责来甲清扫，互咱的教会当焕然一新。过来就是满月喜讯，真欢喜，紫云甲平安的宝宝雨乔已经满月，所以客人长老夫妇呢，今仔日伊准备爱餐，要请大家做伙留落来分享因的欢喜，愿上帝祝福这个新的3口之家在爱中彼此建造。恭喜恭喜！好，安尼，以上请牧师。那我帮松年团契讲一下好了哈。1月22号哈，咱的会长哈，今仔日伫咱的中间来就任哈，哎，感谢上帝保守伊的身躯，甲目睭拢真健康。伊讲伊有看到大家的笑面，真欢喜。主题是主当我有开力的时吼，即首恁若是有发现吼，伫这4间教会内面，我的回应诗我拢选同一首，你们有发现吗？好，有吼，感谢上帝吼。其实我把这个回应诗当作是咱听了这个教会的肯定甲责备了后，咱会当主唱这首诗来祈祷讲，主啊，当教会也有开力的时。愿意做你的采用。好，海咱即时同心来祈祷。听阮的天父上帝，阮感谢你，因为你早伫阮抑阁毋知影的时，你就已经用永远无变的听来咧听阮。你毋干那是准备听阮。那定，你是早就已经听阮，阮感谢你，圣神呼召阮加做固定教会，会当互阮伫即个群体内面，阮学习你的真理，学习你的听，学习你生命的款式。阮也要为教会来求，主啊，阮要求。当教会也有开力的时，我要做你的采用，我要做你福音事工的干净。我要伫阮的性命、甲阮的祈祷内面来听兄弟姊妹，来听社会，来听阮的国家，阁有听伫阮四周围，你放伫阮四周围的。亲朋好友们，主阮伫一生内面会拄着侪侪恶担当的事，主啊，求你赏赐阮教会的稳定甲快乐，互阮会当倚靠耶稣基督，牵赢过阮的艰苦、阮的困难，因为知你为阮性命所陪伴的，是超过人的目睭。
超过人的经验，超过人的心所想象会到的。求你坚固教会的信仰，求你保守阮的脚步，求你坚定阮的信仰，直到你过来。当心祈祷是伫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咱起立做伙来吟落尾的圣诗，请起立，唱2摆。愿主旨你正伫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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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愿主旨你正伫地。主你的旨意的确要行伫即个地上，主你的旨意的确要透过教会来讲起你救恩的故事。主愿教会有信心、有平安，通相信我靠你活出你予阮的体醒，也愿你所呼召的教会徛起伫即个国家，阮会当为主来行水个好的见证。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疼痛、圣神的相通，甲恁众人三角伫地，对即时直到主过来。阿门。请坐，别倒，请咱听候音乐结束，才来离开。愿上帝赐平安。其实我好想要讲新年快乐，但还不能讲，因为1月份我就一直很